好啦，嗱，我即係上個禮拜咧，屋企應該有練過嘅，我頭先睇咗啦，你應該做過入邊嗰啲動作啦，係咪？係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由呢度做到呢度，我經常捉住手一次，然之後等姐做得唔得？好。嗱，你望咗隻腳腳，一隻腳腳要踩實，一隻腳腳咧要逐拍逐拍打，得唔得？依隻腳要踩實，依隻腳要逐拍逐拍打，係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第三次啦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最後呢個1、2、3，一拍，右左右 ，OK？ 好，我想你淨係打呢度，就打一次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右，叻仔，好啦，第二次咯噃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，右，叻仔，第三次。3、4、1、2，右，你打落去啦，唔緊要㗎，右。叻仔，好啦，咁然之後最後呢個咯喎，1、2、3，一拍，右左，得唔得？準備開始，再嚟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，一拍邊度？係啦，然之後咧，然之後唔緊要㗎，嚟。係啦，你記住錯唔緊要，最緊要知道邊個位置係做得唔好，然之後慢慢再更正翻佢，得唔得？可唔可以？可以。再有一次由呢度去到呢度，準備開始。右，叻仔，第二次。右，第三次。所以你淨係打一次啫，由呢度去到呢度，我要完整，盡量避免犯錯，得唔得？嚟啦！即係呢度去到呢度，即係你喺屋企入邊練習嗰個地方，得唔得？可以。準備咯喎，準備開始。右，第三次唔緊要嘅嘛，係啦，好咯，做知道啦，睇住啦，一下，叻仔，右左，係啦，叻仔，每個地方入邊要好謹慎，要好小心睇，知唔知道？咁你就好似頭先咁啦，冇問題，啱晒啦，知唔知道？